过去这几个月，在放这种假讯息的人，要不要站出来道歉？是最好的名单。我们在国会过去4年的问政是最坚定的，所以我前面讲到，我相信在未来1个月内，我们就可以突破我们民调支持度的这个天花板10%，我有相当大的信心，所以没有所谓泡沫化问题。我觉得未来国会时代力量要扮演关键的角色，制衡2大党。各位从这一次不分区名单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完全不顾社会观感，觉得选票就在他手上，情况好的时候要过半，情况不好也要过半，这是怎样一个态度？过半，国民党过半过，民进党也过半过，那立法院是什么样子？真的有进步吗？我想时代力量准备好了，我们名单也准备好，我们有最好的人选，希望大家能支持时代力量。前2个月，更有一些讲话不负责任的人，说我要排排民众党不分区第1名。我在这边正式的正告那一些过去这几个月在放这种假讯息的人，要不要站出来道歉？还是现在的民主政治变成了是自己泼完粪以后，装作没事就可以闪？我站在这边，我很高兴跟这群伙伴站在一起。我是时代力量不分区排名第4名，本桥我很感谢他。他愿意跟我们并肩作战，排在第5名。我想这个讯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争取每一张选票，但是我们不会用恶意、用不实、用造谣的方式去从事政治。这种政治就不是我们要的政治。觉得我们是人才，觉得我们在国会可以帮大家做事，请支持时代力量。觉得别的政党有好的人才，政党票要投给别的政党，我们尊重，这就是民主政治，这才是民主政治。对很多年轻人来讲，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说，要他们现在以现在的不动产价格下去买的话，对他们来讲是造成严重的剥削。我要拜托所有的年轻人，就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那为的包括他们自己的将来，跟他们的下一代的将来。对我来讲，如果要我的小孩继续生活在台湾这样的经济结构，继续生活在台湾这样子的房价所得比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未来的人生要怎么样顺利的去开展。